未入八角籠就預備打街頭戰，乜事搞到咁大件事？得來正式打冠軍戰，又突然轉 game plan 咁得意。Flyweight 冠軍戰，兩個新星反而打得異常激烈。大家好，歡迎嚟到熱鬥技研社嘅 MMA 賽事簡報環節，熱鬥 Offline， 我係 Anthony。喺美國新澤西州舉行嘅 UFC 328 Khamzat Chimaev 對戰 Sean Strickland 嘅中量級冠軍戰，已經喺美國時間5月9日一片驚濤駭浪之下完成啦。搞乜咁驚濤駭浪？未多謝呢晚 Main Event 嘅兩位大哥咯。Sean Strickland 個重炮手賽前就笑狼王 Khamzat Chimaev 係恐怖分子，仲話分分鐘可以去狼王當地訓練嘅道場招呼佢咁話。那邊廂狼王 Chimaev 就話佢喺新澤西州大把同宗教嘅兄弟，你夠膽喐我成班兄弟到時出嚟同你打街頭戰，你死就死噶啦喎！最慘嘅係兩位大哥又出名而實紅，呢邊廂 Strickland 就出名槍械夠多，分分鐘真係會做陀槍師兄揾狼王。那邊廂狼王嘅號召力又夠晒強，人多勢眾，萬一真係開片，你分分鐘變咗 GTA。為免擦槍走火，賽會即刻嚴陣以待。今次活動保安級別全面升級，仲要揾埋當地執法部門幫手啊！更加落晒命令，除咗入八角籠打嗰一刻，其餘時間如無必要都唔好俾 Chimaev 同 Strickland 有同場機會啊！玩到咁大，今次點收科啊？講翻5場 main card 賽事，3場頭盤，第一場 lightweight 比賽 ，King Green 第一回合快手一個 rear leg choke 成功降服 Jeremy Stephens。第二場 Weatherweight 嘅賽事 ，Sean Brady 3個回合全程暴打 Joaquin Buckley， 最終 Sean Brady 以 unanimous decision 勝出賽事。第三場 Heavyweight 嘅比賽 ，Alexander Volkov 同 Waldo Cortes Acosta 打足3個回合，最後 Volkov 以一致判定勝出。以上3場賽事，如果大家想我哋詳細講多啲，記住留言話我哋知，我哋盡快補翻俾你哋。跟住係當晚嘅 Co-Main Event， 順延嘅 Flyweight 冠軍戰兼亞洲打比，由排名第3日本選手平良達朗挑戰現任冠軍緬甸王者 Joshua Wang， 兩位拳壇新星全程毫無保留全力開打。平良達朗第一回合一個剔單送咗 Joshua Wang 落地下，然後就壓住喺 Joshua 身上努力試下做 submission 啦。呢一陣攻勢一路延伸至去第二回合啊！不過當 Joshua 企穩陣腳，就以佢凌厲嘅拳擊攻勢立即還擊。第二回合後段更加一度 lock down 咗平良達朗。去到第三回合 ，Joshua 更加嚟個大反擊，打到平良達朗口腫面腫啊！第四回合兩人繼續忘我進攻，終於殺入第五回合 ，Joshua 中斷一輪瘋狂拳擊輸出，打到平良達朗招架不住跌落地下。最終拳證見平良達朗都無力還擊，喺第五回合嘅1分32秒上前終止賽事，結果 Joshua Wang 以 TKO 擊敗平良達朗，首次成功衛冕佢嘅 Flyweight 冠軍寶座啦。打完場比賽 ，Joe Rogan 上台做訪問嗰陣，作為基督徒嘅 Joshua 當然要感謝神恩啦。Joshua 話本來諗住第三回合可以解決對手嘅，但估唔到平良達朗強橫抵抗，要打到第五回合先可以擊倒佢啊。Joshua 被問到佢同前冠軍 Alexander Pantoja 嘅二番戰嗰陣 ，Joshua 就表示 Pantoja 自己準備好的話，來就來啦，夠晒霸氣喎。不過對於拳證喺第五回合嘅介入終止賽事，平良達朗當刻就唔多滿意啦。唔知各位又點睇呢？留言交流下。全晚火藥味最濃嘅賽事，中量級冠軍戰兼 Main Event， 由現任冠軍阿聯酋選手狼王 Khamzat Chimaev 出戰排名第3美國選手重炮手 Sean Strickland。賽前火藥味有幾濃？睇下開打之前有幾多保安喺台上面隔住兩位選手就知啦。賽事第一回合一開始，狼王一如以往好快送咗 Strickland 落地下，然後照舊控制住 Strickland 嘅背脊想做 submission， 不過未竟全功。但係進入第二回合，狼王嘅摔打攻勢就突然啞火，仲一度跌咗落個下位，俾 Strickland 有機會反攻。就算企翻起身，狼王都只係同 Strickland 以立技對打，唔多敢落地。
要知道拳擊本身就係 Strickland 嘅強項。Chimaev 同 Strickland 企喺度打 ，Strickland 就當仁不讓咯。由第二回合開始 ，Strickland 就暴打狼王 ，Chimaev 塊面俾人打到花晒啊！去到第四回合 ，Chimaev 叫做終於打得入阿 Strickland， 但自己當刻都俾人打到落花流水啦。殺到入第五回合 ，Chimaev 初段決定再次 take down Strickland， 但明顯冇第一回合咁易得手。得嚟 Strickland 企得翻起身，兩人再次搏拳嗰陣，兩位大哥都已經打到血流披面啦。最終5回合完結，3位裁判嘅比分有2位判 Strickland 佔優，只有1位判 Chimaev 獲勝。結果賽事以 split decision 判重炮手 Sean Strickland 勝出。Strickland 呢一位前重量級冠軍再次登上重量級王者寶座啦！打完比賽，兩位火爆人物都立即 friend 翻晒。Chimaev 仲親手幫 Strickland 戴上冠軍腰帶，然後自己就黯然離開八角籠啦。Joe Rogan 上台訪問嗰陣 ，Sean Strickland 都立即做翻個好人，話自己賽前嘅言論的確過咗火。對於佢嘅支持者，不論你信奉乜嘢宗教，不論你係乜嘢膚色，我 Strickland 都愛你哋咁話。但係大家對於擅於 wrestling 嘅 Khamzat Chimaev 今次比賽中途突然轉打法，又有乜嘢睇法呢？留言傾下偈啊！5場賽事嘅回顧就告一段落啦。再一次感謝各位同我哋重溫呢晚比賽啊！下一場重頭賽事 UFC Freedom 250將會喺6月中於美國白宮上演，2場冠軍戰 Lightweight 正式冠軍爭霸戰，現任冠軍鬥牛勇士 Ilia Topuria 回歸，出戰臨時冠軍 The Highlight Justin Gaethje， 重量級臨時冠軍戰巴西石拳 Alex Pereira 升榜挑戰法國選手 Ciryl Gane， 仲有其他升級選手助陣，到時睇下邊個可以喺大總統面前耀武揚威啦！當然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comment、share， 仲有 subscribe 我哋熱鬥技研社嘅 YouTube channel，click 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到你啦！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有動力繼續做落去。密切留意熱鬥技研社，我哋下次見。